Hello，大家好，我係 Sunny。今日咧，我係將會咧係為各位咧說明咧舊金山呢一個嘅交通計劃嘅最新修訂嘅內容。呢一個嘅版本咧係稱為 SFTB 加。Next please。以下係我哋今日咧嘅簡報啦、流程啦。首先咧，我哋會向大家說明咧 SFTP 嗰個嘅內容，並分享咧第一個嘅階段公眾參與嘅結果。Next please。SFTP 係舊金山縣未來30年嘅長期交通嗰個嘅投資與改善嘅藍圖。首先，投資計劃定呢一個嘅優先循序咧，係作為我哋工作嘅指引，並喺呢一個嘅定預算範圍內進行規定嘅規格嘅。Next please。請各位留意，呢一個咧係我哋上一次重大更新中為交通咧，即係嗰個嘅計劃所確立嘅共同目標。呢一啲嘅目標咧係經由於公眾啊、舊金山交通局啊、SFMTA 同埋嗰個嘅策劃部嗰個嘅長達數年嘅討論與參與後所確定嘅。Next please。而家我哋咧係正係進行呢一個嘅 SFTP 2050嘅重點更新，每次再新最主要有3個因素嚟到推動嘅。第一，我哋咧係想要與灣區計劃嗰個嘅更新同步進行。Next please。進行今次咧呢一個嘅重點更新嘅第三個原因係疫情後交通嗰個嘅行為嘅改變，以及對未來預測嘅更新。呢一啲咧係我哋已經咧係去年咧響去年嗰個嘅夏季公眾參與中嘅說明。Next please。去年夏季，我哋已經咧係展示有關交通行為、收入下降以及2050年預測嗰個嘅相關數據。我哋舉辦咗線上咧，即係嗰個嘅公開說明會，以及舊金山嗰個嘅相關組織團體與社區進行嘅流動。Next please。我哋同時進行咗英文、中文、菲律賓語同埋西班牙文嗰個嘅線上問卷調查，喺呢2個月內收集咗來自全市各地嗰個嘅回饋。Next please。我哋提出咗3個嘅問題，第一個嘅問題就係居民是否同意我哋係將資金嗰個嘅優先投入嗰個嘅共同嗰個嘅交通營運，以及維持良好維護狀態嗰個方針。Next please。第二個問題與資金有限嘅情況相關。Next please。最後一題，我哋係詢問，如果係資金不受限，居民嗰個嘅優先考慮會有什麼呢？咁喺呢一個嘅情況下，排名第一個係提升公共交通嗰個嘅班次頻率同埋嗰可靠性，讓交通安全與乾淨，亦都係有46% 受訪問嘅人將喺呢一度。Next please。我哋運用咗上述呢一啲嘅回饋，作為嗰個嘅規劃嘅本次計劃嘅重要嘅依據。請注意，呢一個係我哋於2022年通過嗰個嘅投資計劃，總額係約800億嘅美元。Next please。呢一張指示咧，係圖示嗰個嘅展示未來30年收入嗰個嘅減少，係約有12% 嗰個嘅情況下，投資計劃可能嘅樣貌啦。呢一次嘅計劃咧，係已經係納入公眾嗰個嘅回饋啦。咁既有承諾同埋嗰個嘅技術嘅考量，如呢一個嘅資金用途限制。Next please。
我哋亦都係有同步更新了解嗰個嘅願景嘅計劃啦，其中包含下一個嘅階段，我哋希望咧係以嗰個嘅增加咧增收入咧嚟到推動呢一個嘅項目嘅計劃。呢一次咧係正係我哋咧期望同埋咧聽取各位意見嗰個嘅部分。Next please。咁如果我哋能夠咧係取得遠景嗰個嘅計劃所需嘅即係嘅額外嘅資金，整體成效將會嚟到係獲得改善，公共嗰個嘅交通服務咧係將收到呢一個嘅改善。例如我哋係可以嚟到係新加化，嚟到咧係快速嗰個嘅特快路線啦，減輕公共嗰個嘅擠擁嗰個嘅情況啦。我哋咧亦都係可以嚟到咧開闢嗰個嘅社區嘅。Next please。在呢一個嘅公平優先嗰個嘅社區裏邊，公共交通服務可嚟到咧係望嗰個嘅更加改善啦，因為咧呢一啲嘅地區係有夠更多嗰啲嘅居民依靠嗰個嘅公共交通嗰個嘅進行。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包括個嘅強化夜間服務，以嚟到咧即係嗰個嘅滿足深夜嗰個嘅需要，公共交通民眾嗰個嘅需求。Next please。遠景咧計劃咧將會有助於嗰個嘅提升道路嘅安全，例如交通嗰個嘅減速啦措施啦，係可以嚟到係降低車速啊，同埋咧係減少車輛嗰個嘅穿越住宅嗰個嘅地區嘅道路嘅情況。同時，我哋亦都係可以嚟到投入更多嗰個嘅資源與行人穿越路咁同埋咧路緣嗰個嘅傾坡交通嗰個嘅號嘅標誌嘅設計以進一步嚟到推動安全嘅標誌。Next please。遠景計劃咧係將係助於嗰個嘅改善道路嘅品質啦，讓路面嗰度咧係更加平靜啦，嗰個嘅空洞咧，即係嗰啲嘅窿咧更少啦，更良好嘅即係嗰個嘅道路環境，將所有咧即係市民嗰個嘅受益咁並進一步咧嚟到促進經濟活力、安全、自區性嘅嗰個嘅問責性啦。Next please。總結嚟講呢，就係話今次嗰個嘅重點更新，有助於我哋咧係因應嗰個嘅當前情勢，咁同埋咧係嚟到咧係點樣樣咧出現嗰個嘅新增嗰個嘅資金嗰個嘅優先運用方向，透過呢一項嘅工作咧，我哋希望咧嚟到推動共同嗰個嘅目標實現，咁並以嗰個嘅整體穩健復甦嚟到咧係暫定嗰個嘅基礎。Next please。我哋咧希望咧非常之希望咧嚟到咧聽取各位咧即係對呢一個嘅遠景嗰個嘅計劃優先嘅事項嘅意見啦。你哋嗰個回饋咧係將會協助我哋嗰個嘅完善嘅計劃嘅。各位可以咧使用咧線上表嗰個嘅單嚟到提供你嘅意見，請嗰個嘅瀏覽呢一個嘅網站 sfcta.org 一劃騎青一劃 SFTP 跟住咧嚟到咧係又或者咧係掃描呢一個嘅移區碼。Next please。向我哋收到咧，即係各位嗰個嘅意見回饋後，我哋咧係將會咧嚟到根據呢啲嘅意見嚟到改善我哋嘅計劃噶。我哋亦都係預先咧今年嗰個嘅夏季咧完成計劃嗰個嘅草案，並向呢一個嘅秋季提供嗰個嘅董事會嚟到咧係審議嗰個嘅通案。Next please。非常之感謝大家嘅參與，多謝。